主后2023年7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合宜的态度共守圣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1章17、19、34节。我伫遮得讲的话，毋是要甲恁学老，因为恁的智慧损害比利益较济。第一，我有听见讲，恁伫教会聚会的时结党分派，我相信有一部分是事实。恁中间难免有分裂，安尼才会当看出什么人会通过考验。恁聚集的时，毋是在食主的晚餐，因为恁逐个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有的枵，有的酒醉。恁兼无厝通食通啉，恁是伫藐视上帝教会，也伫互无物通食的人见笑是无？我要对恁讲什么？我兼着甲恁学老，袂。伫这项事，我袂甲恁学老。我对主所领受的，我嘛传互恁。主耶稣互人出卖迄暝，伊摕饼，感谢上帝了后，擘开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牺牲的，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。照安尼食了后，伊搁捧杯，讲：这杯是新的约，用我的血设立的。恁逐摆啉的时，着做这个来纪念我。安尼，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宣告主的死，直到伊来临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主的饼，啉主的杯，是得罪主的身体甲血。逐个人着省察家己，才通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。恁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若无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，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家己惹审判。因为安尼，伫恁中间有真侪人软弱、破病，嘛有人治到死。咱若先省察家己，就袂治到受审判。不过，咱受主审判的时，是伫受管教，互咱免治到甲世间同受定罪。所以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恁聚集食主的晚餐的时，着互相听候。若有人枵，着伫厝内先食，才免恁聚会颠倒互上帝审判。其他的代志，我去恁遐的时才处理。用合宜的态度共守圣餐。保罗论到哥林多教会礼拜中的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守圣餐的态度。今仔日教会也常常守圣餐，长教会通常一年6遍，微教会每个月1遍，也有教会每一礼拜拢有守圣餐。关于守圣餐的次数，圣经并无具体教示，可见各教会通自由决定圣餐的次数。基督徒虽然常常守圣餐，总是咱的态度合宜无？对圣经的教示来看，守圣餐的心态比参与次数更较重要。假使教会常常举行圣餐，信徒的态度却真凊彩，也是心存自私，就会失去守圣餐的意义，对信仰有损无益。因为安尼明白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，用合宜的态度守圣餐更较重要。细汉时参加圣餐礼拜的时，因为无了解圣餐的意义，敢若感觉礼拜长长长阁无聊，
正做牧师了后，我着常常思考，安怎引带信徒用合宜的态度强守圣餐。照保罗的吩咐，守圣餐的时，首要原则是存着敬虔、感恩甲听主的心。保罗讲，所以无论什么人，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是得罪主的身体甲血。保罗提醒，守圣餐的意义，在伫纪念为咱道成肉体，甘愿为咱的罪受定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，用伊的血甲咱立新的约。守圣餐的时，若欠缺敬虔、感恩，就是得罪主的身躯和主的保会。因为安尼，每一遍守圣餐的时，信徒就应该存着敬畏、感恩和听主的心。其次，要有自我省察和悔改的态度。保罗讲，逐个人着省察家己，才通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。初代教会信徒拢知影，耶稣是伫搬过节暗时设立圣餐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守搬过节是纪念上帝安怎将因对做奴隶的地拯救出来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守圣餐是纪念主耶稣安怎照着伊的死，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，成做圣洁的子民。所以，咱每一遍守圣餐的时，爱先省察家己是毋是有过错和允而未显的罪，搁用心灵和诚实来认罪祈祷。守圣餐就是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象征咱甲基督的身躯合一，也象征咱甲罪隔绝。咱怎通一面啉食主的身躯和血，另外一方面搁继续沉溺伫罪中，毋知悔改呢？搁再来，要有合一的心。耶稣伫特别受卖的迄暝设立圣餐，伊明知门徒中有人会背叛，有人会落跑，搁用完全的听甲接纳，邀请因做伙享用最后的晚餐。虽上无人配得领受圣餐，总是主的恩典，互咱通领受圣餐，罪得赦免。做饼和杯是饶赦、赦免甲和解的记号。当咱同齐领受基督的身躯和保血，求主帮助咱，除去自私，互咱有好好的行动，用合一的心来回应伊牺牲的疼。日想，每一遍守圣餐的时，我是守例行的礼仪，也是珍惜感恩。每一遍在守圣餐的时，我是在守例行的礼仪，也是珍惜感恩。做伙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所准备的属灵宴席，互阮照着守圣餐来纪念你的牺牲。求你帮助我，无甲守圣餐看作是毫无意义的仪式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恩典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